好多人都問大明啦，大明你除咗租樓，仲有冇啲筍呢個盤介紹啊？咁如果有啱筍嘅別墅咧，佢都想整一套，但係咧佢要求有啲苛刻，就188萬以內有冇得買一套別墅？咁咧呢套別墅咧啱好係188萬啊，全新裝修好嘅。今日大明咧就冇話過嚟帶大家去 sell 呢套盤啦，就大家去帶大家去睇下呢種別墅買唔買得過。咁咧呢個別墅咧建築面積係105方嘅，咁就1000尺左右，但係咧佢有加建咗，咁就超過咗1300尺噶啦。咁我哋嚟到呢度個門口咧就係一個小區嘅入邊別墅嘅花園，咁麻雀雖小啊，五臟俱全，咁佢都係做咗陽光棚嘅，咁呢方面咧又 OK 嘅，加個分咯，係咪先？咁咧佢入到呢度咧，呢個因為係三鄉啊。以前咧就買過4房嘅，都差唔多要去到188萬啦。咁同大家講一下嘅，呢個別墅咧佢係全新裝修嘅喎，即係可以做到俾你買到咗之後咧就唔使裝修啦，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咁就滿足咗好多香港人或者華僑對於比較煩惱裝修嘅呢件事，所以話就係做到可以拎包入住。咩叫所見即所得啊？你見嘛？就係呢啲窗簾全部做好噶啦。咁呢啲沙發咧都做好噶啦，而且咧佢呢種沙發咧，呢啲擺設咧，佢就唔係用嗰啲老土嗰種裝修咯，因為而家仲有好多業主咧，佢仲未醒悟過嚟，即係佢住過啲舊別墅就好求其就掉俾中介去賣，咁咧你啲別墅都有一定嘅年份啦，可能係10年8年，咁咧就有一陣除喺嗰度，有啲客人咧就會嫌棄嘅，特別有潔癖嗰啲，所以有好多客戶咧佢就要求係150萬到800萬之間，後面有啲別墅可以揀嘅，係拎包入住嘅。因為咧，佢哋喺珠海睇過樓，買一套珠海嘅3房啊，都要差唔多去到200萬。咁咧，佢哋就有啲人嘅，既然都係翻嚟大陸養老嘅，咁就冇必要住啲緊湊型嘅房屋，一住咧就住啲自己喺香港或者喺外國冇住到嘅樓，所以好多人就將嗰啲眼光及喺啲小型別墅200萬以內嘅，咁咧又要求就係要新淨，咁呢套就全新裝修嘅咯。所以180萬買唔買得過咧？佢有一個亮點就係、呢個業主咧，佢所用嘅家私家電都係新嘅。嗱，你入嚟呢咁嘅冰箱都預留咗一個全屋定製嘅櫃俾你，啱後入去唔嘥地方係全新嘅。以及呢啲如果俾你自己嚟裝修，你都唔一定識設計到呢種櫥櫃全部都係做好咗收納嘅，都比較新潮嘅嘛。咁呢個餐台就喺呢度呢個餐廳就餐客廳一體化，幾大氣係嘛？咁呢個廚房咧佢係加建出嚟嘅，咁幾舒服啊！呢個 L 型嘅廚房係嘛？所以188萬，之前有個客戶咧就話花300萬去珠海買個4代住宅。就有大露台又有花園乜咁，其實嗰啲始終都係一棟上去幾個人逼電梯，咁咧有啲人想獨門獨戶咁住下啲別墅咯。當然以前呢種別墅咧，佢1樓係冇有長者間個，不過客人改造咗之後咧，佢考慮到有啲客人翻嚟佢唔想爬上落爬落嘅，或者有老人家翻嚟住嘅，咁咧佢就呢度預留咗一樓有個長者房，咁就唔使爬，係嘛？所以188萬係開價嘅啫，當然睇咁係可以傾嘅。我哋睇完咗1樓咁嘅情況，全部係新新立立嘅，都係幾舒服嘅。咁呢度望出去咧一個亮點係佢搭到個陽光棚俾你可以喺度飲茶，係嘛？睇到自己嘅花園所以話，既然係攞嚟度假或者養老，就一定要把居住舒服放喺第一位。同樣攞200萬去買啲住宅，就不如喺三鄉呢度又近港珠澳大橋就買個別墅，咁又得咁2樓咧，佢就係有2個房嘅，一個洗手間嘅。咁2個房咧都係比較新淨，一個房比較大可以放個大床，咁仲有一個洗手間咁3樓咧3樓咧就係一個主人房。帶埋獨立洗手間仲可以帶埋一個獨立嘅露台有一定嘅私人嘅空間，可以喺度種下花，
所以話整體嚟講，188萬開價，你認為買唔買得過呢？歡迎同大明一齊探討下。是你給了我一把傘，撐住傾盆灑落的孤單，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滌腐蝕心靈的遺憾，給你我所有的溫暖，脫下唯一擋風的衣衫，思念劃過背脊，打着冷戰，眼神仍舊為你而點燃，我一直追尋着你輕輕的